Ladies and gentlemen，各位網友，4年一度嘅世界盃咧就快舉行。今屆咧由美國、加拿大、墨西哥3個國家聯合主辦嘅。咁咧亦都係幾廿年來第一次增加咗隊伍嘅，由以往嘅32隊增加到今年嘅48隊嘅。咁啊，增加隊數有好多以前未見過嘅隊伍，從來未入圍嘅，今年都入咗圍，咁啊值得分析一下。咁48隊亦都根據世界盃嘅賽制啦，首輪就拎48隊分成12個小組，每4隊就一個小組，咁啊由 A 組一路去到 L 組。咁啊啱啱就12個小組，咁啊每個小組我哋嚟分析下。首先就係 A 組啦 ，A 組就由墨西哥主辦國成為第一種子，咁就墨西哥而家世界排名都唔低嘅，係排第15，咁啊算係冷門之一嘅，可以講得係。同組嘅有南韓，呢支球隊香港朋友就一定好熟悉啦，係亞洲最強之一。咁啊，佢而家目前世界排名第25嘅，咁啊亦都有力進入4強啦。跟住其他嘅捷克同埋南非就應該係陪跑分子㗎啦。跟住 B 組啦 ，B 組嘅種子球隊就係主辦國加拿大。加拿大而家世界排名係排30，咁啊機會就比較渺茫啲㗎啦。咁但係佢今年咧就有黃金一代，陣中有2匹快馬。一個叫戴維，一個叫戴維斯啊，咁啱嘅。呢2匹快馬咧，就個突襲能力就好強嘅，咁啊隨時可以俾強隊造成一定嘅威脅。同組嘅最強其實係瑞士嘅，咁因為加拿大主辦國就成為第一種子，同組嘅瑞士其實實力係最強嘅，咁就佢暫時喺世界排名排19。高過加拿大好多嘅，咁亦都係爭霸分子之一啦。起碼呢組咧，佢第1名出線嘅機會就好高嘅，高過加拿大嘅。其他卡塔爾啦、波斯尼亞，我覺得呢2隊大家都知㗎啦，就冇乜機會㗎啦。跟住第3組 C 組，
呢組嘅實力就係最強之一㗎啦。第一種子係巴西，巴西而家目前世界排名第6。咁一般嘅球評家就計到佢話佢奪標嘅機會咧，大約係12%。咁啊，巴西大家都知啦，佢係唯一一隊贏過5屆嘅世界盃嘅，所以佢而家係5星隊唯一嘅。咁啊，佢哋就話今次誓要奪多1星，變成6星。咁啊，睇點？同組嘅摩洛哥，摩洛哥咧呢隊咧就係上一屆就爆大冷，係殿軍第4名，所以佢嘅排名咧亦都好高。咁但係亦都高得離譜喎！你估下排第幾啊？排第8。咁你話有冇搞錯啊？摩洛哥都未聽過嘅世界排名排第8，咁其實係真係排高咗嘅。咁點解咧？因為佢非洲嘅賽事裏邊咧，佢啲對手弱啊，咁佢變咗長勝，分數好高，佢排得好高，但係佢亦都唔會係真勝分子之一。但有時啲嘢好難講，好似上屆佢攞到殿軍，你就唔能夠睇小佢嘅。呢組第一種子就係美國，亦都係因為佢係主辦國，所以排第一種子。實際上美國而家排名都唔低嘅，全世界排名排第16。咁我就梗係捧翻美國隊啦，我就俾佢奪標嘅機會係1%。咁啊，睇下會唔會爆冷？同組嘅最強嘅應該係土耳其。土耳其而家嚟講嗰個世界排名係排22。咁啊，佢有2位皇馬嘅主將嘅陣中，咁啊亦都係有一定嘅威脅嘅。跟住係巴拉圭同澳洲，咁啊2隊都係力量型嘅，體格就好強壯嘅。澳洲球隊仲夠後生，咁啊打得。E 組第一種子係德國隊，呢隊傳統嘅老牌歐洲勁旅啦，亦都得過好多屆世界盃㗎啦，僅次於巴西嘅啫。咁而家目前世界排名咧係排第10，咁啊電腦計出嚟啦，佢嘅爭霸機會係第6。咁照計排第10，咁啊爭霸機會就冇第6咁多嘅。咁只不過因為嚟講，德國咧就好擅長打世界盃嘅，打親世界盃佢嘅表現都唔錯。
咁而家電腦計到佢話有6%可以贏世界盃，咁啊大家拭目以待啦。同組嘅厄瓜多爾、象牙海岸、庫拉索庫拉索呢個國家我都未聽過。F 組第一種子係大名鼎鼎嘅荷蘭。咁點解大名鼎鼎咧？因為呢隊球隊咧就比較悲衰啲啦。點解咧？佢係歷史上得過3次亞軍、1次季軍，個個都話佢係半兩命，打得好出色，但始終同世界盃冠軍係差1步之遙。今次咧，佢而家目前世界排名第7，好高，亦都係爭8分子。咁睇下佢可唔可以打破呢個2拉命嘅宿命啦。咁啊，電腦計出嚟，佢嘅奪標機會係4%。咁同組嘅亞洲大名鼎鼎日本隊，咁啊亞洲第一㗎啦，暫時。南韓暫時都唔夠佢砌嘅，尤其是佢而家世界排名排18，佢嗰啲球星嚟講，而家係遍佈歐洲國家杯嗰啲。日本美斯又叫做嗰個名叫做久保東英，哇！呢啲日本仔嘅名，咁但係睇佢嘅打法咧，有機會爆冷嘅。跟住瑞典係傳統嘅歐洲強隊，亦都可以有能力搞局嘅。跟住突尼西亞，咁啊係非洲嘅硬朗隊伍之一，好多強隊都怕佢嘅，因為佢踢法比較兇悍。咁但係而家世界盃嘅執法比較嚴嘅。G 組喺呢隊裏邊咧，一枝獨秀嘅就係歐洲強隊比利時。比利時而家喺歐洲算得係第一流嘅強隊啦，佢復甦得好快嘅。咁世界排名而家佢係排第9，爭勝分之一嚟嘅咯喎。電腦計出嚟佢有3% 可以奪冠嘅，咁啊不容小覷嘅實力。同組嘅紐西蘭啦、埃及、伊朗呢3隊咧就都係邊緣分子嚟㗎啦。H 組呢組就犀利啦，
有隊鑽石陣容，就係西班牙。西班牙講球員嘅身價，肯定係全世界數一數二㗎啦。佢而家嚟講咧，嗰個世界排名亦都係第2名嘅，係數一數二嘅。咁佢爭霸機會咧，亦都好高。電腦認為佢有14% 可以奪世界盃。但同組嘅亦都有一隊好強勁嘅南美隊伍喎，就烏拉圭。嗱，烏拉圭咧，大家都知道佢係首屆同埋第2屆，好耐之前啊，第1屆、第2屆世界盃嘅冠軍嚟嘅咯。但係佢第1屆、第2屆攞咗世界盃之後，你跟住就全無表現嘅，最叻係攞嗰次第4咁上下啦。咁今屆咧，佢有機會突圍啦。點解咧？傳統上咧，烏拉圭嘅打法係比較好保守嘅。但今屆佢哋改變咗風，佢哋請咗個狂人教練，佢嘅 style 係別樹一格。佢啲球員係瘋狂咁搶、瘋狂咁進攻嘅。佢保守球隊變咗而家世界上比較最新潮嘅隊伍之一，咁啊睇下可唔可以令人耳目一新啦。咁而家世界排名係排第17，咁啊人哋認為佢有0.5% 機會，咁啊咪冇乜意思啦。0.5嘅機會，咁啊即係意思即係佢有權爆冷咁解啦。因為佢打法好新穎嘅而家。同組嘅沙地阿拉伯。咁啊，呢隊爆冷專家啦，上一屆佢係小組賽嘅時候石破天驚打敗咗阿根廷喎。當時嚇到阿根廷嗰啲人，即係鼻哥咧都冇肉㗎。咁好在阿根廷始終係超級嘅強隊啦。你小組雖然咁俾阿拉伯打敗咗，咁但係佢依然出線，最後仲奪埋冠軍。咁所以強隊即係強隊嘅，佢有時偶一失誤，佢即刻可以調整翻個心情同埋實力個陣容，即刻可以脫胎換骨，直接打入決賽，仲攞埋錦標。呢樣嘢咧，你就唔到你唔服㗎。終於講到暫時世界排名第1嘅隊伍啦，就係 I 組。咁啊，第一好似就係法國隊。咁法國隊咧，目前世界排名排第1嘅。咁啊有道理嘅，因為嚟講個超級球星蒙巴佩。上一屆咧，蒙巴佩、阿根廷嘅美斯同埋葡萄牙嘅 C 朗咧，都係超級巨星嚟嘅咯。咁但係今屆咧 C 朗係40歲。美斯亦都係40歲，雖然講佢兩位都係陣中，但蒙巴佩今年係28歲，啱啱當打嘅。咁而家全世界都認為由蒙巴佩領軍嘅前鋒咧，真係可以講都係所向披靡嘅。咁而家世界排名第1，贏波機會電腦俾佢嘅 percentage 好高啊，有18% 贏世界盃嘅，咁咪成為頂頭大熱門。咁我哋睇下佢可唔可以報上屆一戰之仇，射十二碼輸俾美斯嘅阿根廷，今次重奪冠軍。
同組嘅挪威、伊拉克、塞內加爾唔使點睇啦。J 組第一種子係上屆冠軍阿根廷，暫時嚟講佢世界排名排到第3。咁點解咧？因為美斯佬啦，即係差唔多41歲。咁啊，但係咧上屆嘅冠軍嗰隊人馬幾乎係完整翻嚟，連教練都係同一個人。咁啊，美斯體能上可能走咗下坡啦。咁但係有佢作為精神嘅支柱，咁啊夾住上屆冠軍嘅餘威，暫時嚟講佢嘅爭霸機會，電腦認為係有15% 嘅。同組嘅有隊強隊幾強嘅，奧地利世界排名24，咁啊電腦都覺得佢有0.5% 啦。咁啊跟住係約旦同埋阿爾及利亞呢兩隊就唔使睇啦。K 組第一種子亦都係排名排得好高嘅，就係葡萄牙。世界排名而家排第5，咁啊主要原因咧就係 C 朗亦都好似美斯咁啦，有啲英雄遲暮啦。咁啊今年亦都係41歲，體能上咧就應該係走咗下坡啦。咁但佢嘅技術就更全面啦，可以講佢帶領呢隊葡萄牙嘅球員咧，亦都係幾乎係技術最全面之一嚟嘅。電腦認為佢嘅爭霸機會有8%唔低嘅，亦都係熱門嘅爭霸分子之一嚟嘅。同組嘅有哥倫比亞呢隊南美嘅傳統勁旅，而家世界排名排第13，咁啊亦都係爭霸分子之一啦。咁啊同組嘅仲有烏茲別克同埋剛果，咁啊呢兩隊就唔使點睇啦。Last but not least，L 組有隊世界排名目前係排第4名嘅，大家估下邊隊？英國隊啦，傳統嘅勁旅。1966年攞咗世界盃之後，一路都未有表現啊。咁就今年咧，佢有前鋒嘅黃金一代出現啦。咁就英國不嬲俾人嘅印象就係守衞就好強，前鋒一般咁啦。今屆佢亦都係脫胎換骨嘅，佢啊痛定思痛啊，佢請咗一個教練叫杜曹，呢個教練係主攻型嘅，佢帶領呢隊英國隊咧就改變以往嘅保守，偏重於防守，佢咧主攻，咁啊
對英國隊嚟講咧，呢個係一個脫胎換骨嘅轉變嚟嘅。咁而家英國世界排名排到第4，爭霸嘅機會咧，電腦計出嚟係 10%， 有1/10機會攞冠軍。咁啊睇下可唔可以自1966年到而家超過60幾年，可唔可以再一次得到冠軍？咁啊大家拭目以待。同組嘅一個強隊克羅地亞，克羅地亞好犀利㗎，係俾人低估咗嘅。世界排名而家排11，亦都有0.5% 爭霸嘅。跟住係加納同埋巴拿馬呢兩隊就陪跑啦。上邊咧就係目前世界盃12個小組嘅形勢。